哇！嚟到星期六啦，肥蘇足球世界繼續有提供㗎。咁啊，琴日咧文字版咧，曼城果然贏波，不過都係小勝啫。咁啊，至於大廚房方面咧，繼續有平穩嘅戰績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相當理想。喺唯獨是可惜啲嘅巴甲嗰場啦，就窿對窿，最終啊都冇入波。嗱，但唔緊要，今日繼續向巴甲進發。咁啊，今日呢一場咧就係哥連泰斯對國際體育會。如果大家有記憶咧，就係話喂係喎，周中咧都曾經比過咧，就係哥連泰斯咧覺得佢巴西杯可以小勝，即係贏波啦。咁啊果然咧真係咧就真係唔係好多波入。點解咧？原因就係第一新領隊上場啦。咁啊呢個杜利和祖利亞啦。另外咧佢哋嘅幾大主力嘅前線球員啦，就係荷蘭國嘅迪比啦。另外加路咧都係受傷嘅，所以呢場波咧預計對國際體育會咧係冇得上陣㗎。咁再者咧，國際體育會老實講，而家嘅排名啦、近況啦各方面咧都喺對手之上嘅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其實今場波咧作客咧根本咧我就覺得就冇乜蝕卓嘅，因為呢班國際體育會咧，我絕對係有理由相信咧，第一佢係今屆巴甲嘅其中一隊亂局球隊，咁啊其實從來佢哋都係啦。第二佢哋其實近況係相當理想，上個禮拜咧主場3-1輕取啊祖雲道迪或者叫人民圖德咧係好輕鬆嘅。咁呢班波打硬仗啊真係最拿手嘅，咁所以今場波作客哥連泰斯係冇有怕。第一、第二近往績上咧佢哋都佔優嘅，近10次兩隊對碰咧和咗7次啊。咁啊，大國際都會贏2次，哥連泰斯只係曾經贏過1次，仲要係好耐之前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有理由相信呢場波咧，國際體育會嗱，首先咧就係即係作客咧，真係冇有怕，坐和望贏，簡單少少啦，就呢一範啫。咁啊，除咗呢個視頻版之外，文字版繼續有提供啦。咁另外咧，廚房方面咧，哇，今日多波咯，所以咧大家不容錯過啊！啲亞冠嘅決賽啊，啲英超、德甲等等好多波啊！咁啊，記得快啲 like 肥蘇足球世界收料啦〜